经济部按算7月初1要开放台电会当卖集团的电力，头一批是有16亿6千度，其中有3成的绿电，一批至少就要卖8万度起跳，上济是袂当卖超过1亿度，一度电是卖6块3。也毋过再生能源工会是真烦恼讲，这影响到市场，所以呼吁政府应该爱个评估，毋通随着推动。为了解决中小企业买无绿电的困扰，经济部推动集团电力 RE30的电力分层制度，让台电按算伫7月初1开始卖。国际整个的需求，它必须要真正的有一个力量的平衡。假使有30%的、70%的国际市场上可不能认可，我不知道。台电要卖的话，价格是不是可以要考量中小企业的成本啊？这个集团电力 RE30是规定用户买100万度的 RE30集团电来举例，就会需要30万度的绿电。若准用户已经向民间买25万度的电，台电干那会补充5万度。目前 RE30的绿电计价每一度大约6.3块，比市场的行情较悬。暂定7月份推出，头一批会卖16.6亿度。台电的 RE30是甲离化风电、太阳能等绿电以3比7的比例和普电揽做伙，也就是讲1亿度的集团电有3成是无碳绿能。台电做这件事，你没有减少碳排 ，RE30参加的人打了3折，那你的碳排的义务要谁去承担？再生能源工会对外声明表示，RE30电力分层有3个顾虑，除了违背台电销售一般电力用户环境效益分配公平性的原则，也冲击到离化风电发展和破坏绿电市场的机制，呼吁政府较慢推动的。现在台电的 RE30出来，它其实对于说民间业者在过往的累积不公平的对待，现在在定价的时候就已经有稍微参考到市场的价值，那我们其实不会低于市场价值，所以不会因为台电的绿电去影响到我们所谓的业者它相关的一些绿电的销售。经济部表示，产业绿电需求继续增加，透过 RE30的商品，会当注入绿电，稳定绿电市场供给和需求。不过，台电的 RE30绿电计价是比市场的行情较贵，企业敢会买，有外来观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